家乡留不住身体，眼光装不下灵魂。一家人在外面总是需要一套房子的，让老有所依，小有所住。今天我们去看一套非常适合住家的房子，在惠阳最繁华的位置，这里旁边就是好一个商场印象会，500米就是百年名校叶挺将军的母校。这里平时生活日常所需，买菜购物，小孩子双下鞋，下楼走路几分钟就到了。这一套房子现在业主急出，四房总价只要28万，单价只要2000多，带精装修的，而且家私家电配齐，拎包入住。这一套房子是业主装来打算自己住的，所以说装的比较用心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房子。何時清楚當愛是責任，能捉緊你，我已無憾。願這一生伴着你一